带大家来关心这几天天气的情形，因为透西南风，大台北地区甲花莲唱国拢会较热，温度会升到38度以上。也若是东南部是会靠西受风，所以伫遮特别提醒观众朋友，若是有慢性病、汗流咳袂出来、无法度排体内烧气的民众，佮有一寡老大人拢会较高着沙，甚至会衰结昏去。中昼时就较莫出门，爱加补充水分。 日头赤炎炎，透中到台北市市区温度来到36度。大安区永康街排队要食冰的人是排甲长落落。气象局表示，17、18两天受西南风影响，北台湾高温35度至37度，其他地区的高温大约32至34度。尤其大台北地区甲花莲唱国有机会来到38度的极端高温。周一之前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，清晨到上午。 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，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各山区要防短暂阵雨、雷阵雨。气象局表示，东南部因为西南风沉降，爱注意会靠火烧风。礼拜日过后，各山区发生局部大雨的机会较大。拜日开始呢，受太平洋高压影响，过后这雨就会较淡。不过未来一礼拜天气也是会真烧热。医师提醒热伤害较严重程度主要分做4种：会慢筋、昏倒、衰竭、甲掉沙。主要是出伤侪汗，去热到血路袂顺，身体无力、欠水分，或者是长期 伫咧日头下做事，拢是原因。风的出入口拢较会着这个沙吼，所以你甲刮开，伊就感觉人较爽快，较袂昏去。除了口风池丰富，医师也表示会当对大水这个所在小可考一下，不过提醒爱找专业的人士，日头爱窄，唔好考超过15分。虽然讲天气足热，咱也是无建议讲吼食了伤冰啦吼，安尼这个寒气往那里来，啊湿气啊里来，啊结果呢你就很容易什么？ 人个较虚弱。医生也提醒有慢性病、年岁较大、出汗功能本底就较歹的人，爱避免中昼时出门。运动进前莫食血压、神经或者是抗组织胺的药啊，较袂脱水、脱较咸。穿插部分爱较轻松，也爱定定补充水分。记者阿敏晶、丁玉思台北报道。